今仔日上课，其实啊，就是我有时阵会想济，就想讲，这老师教是拢较无笑面啊，是，我就想讲，是我的缘故，还是啥物原因？啊，毋过今仔日就发现讲，老师心情有较好，拢笑头笑面。有时阵啊，其实毋是学生的原因，有时阵是这老师拄着啥物代志，啊心情有好无好安尼，都我就是会想济，啊嘛会烦恼讲，诶、就是就是我的毛病，就会甲别人的反应当做讲，是我倒位无拄啊好，这当然是需要改的。就毋免讲去想这想足济，想讲是家己的原因啊，还是安怎？是家己想白肉，还是如何？其实，有时阵就是迄个人的伊心情好甲无好，是你是拄着的代志，是甲我较无牵连。莫讲甲别人的反应都囥伫心肝头，互家己伫艰苦。啊，今仔日就是，你是的时阵伫工课，是若较紧张，是真正互位会较有反应。就是爱学习讲爱安怎调整家己，莫讲有啥物压力，就开始，为着做安尼。我想讲，其实啊，有时阵就是放互轻松，毋免讲足惊。我若讲身体较有反应，就是足惊安怎？无代志做，足惊讲别人会想讲，你这人安怎？啊无就是讲，隔壁的同事啊，伊就去拣较困难的代志去做，亲像讲爱做啥物，安全的报告啊，我就较无兴趣，我就无去插，我嘛会惊讲，别人会想讲我哪会啥物拢无做？其实毋免用这种压力，互家己身体无爽快，就是讲拢放互轻松，放互自然，安尼，互家己的生活就是充实，有进步，毋过毋免互家己足大的压力。我想的就亲像讲，这学母语的这个朋友网友，伊就甲我的镜头相像，伊就会讲，因为讲一寡别人的反应啊，伊就囥伫心肝头，就会责备家己，讲是毋是伊倒位无拄好安怎？其实无安尼，爱学习讲放互轻松，而且莫甲一寡小小的代志，别人小小的反应，就变讲互家己刺激变足大的反应。其实毋免，就是讲心头掠互知，就是讲我需要爱足知的。足知话，别人安怎甲我批评，别人对我的反应是安怎？其实我拢无差，嘛毋免因为别人的反应搁足紧张的款。若足紧张，其实就是会干扰讲对方可能嘛会反应嘛足大的，这是足奇妙的人甲人之间的这个无形的影响。我若讲
拢放啊足轻松，啊，其实对方嘛会足轻松诶，代志拢足顺利诶。亲像讲交作业来讲，会是讲较有伫无交甲足条文诶。毋过呢，若作业老师伫讲，这作业安怎倒位有重担，其实拢放轻松，若有听着就学着，就是安尼就好啊。即摆就是爱学习，毋免讲别人安怎想，有时阵可能是无熟悉诶人，伊就就开喙讲诶，讲两句，就毋免讲，就足紧张讲伊是安怎甲我想诶啊？是甲我想做安怎诶人啊？会甲我误解无？足惊别人甲家己误解，其实，会互家己定定拢是会一直讲别人诶反应其实毋免，就讲足轻松，知影讲家己伫创啥，若别人有啥物反应，参考就好。这是较怎啊讲？若是咱会当做，咱会当安尼做诶话，其实是袂歹。就是讲毋免讲别人诶反应对家己就是足大诶影响。其实毋免啊，真正拢一切拢是参考。别人若误解别人安怎？有时阵就是别人诶心情诶关系。有诶人安怎搁安怎，就是若我相信家己、信任家己诶话，就毋免讲因为别人无共款诶反应，我着对家己诶情绪，也是讲对家己诶信心着替刺激着，着替会对咧影响，替影响拢毋免。真正就是安尼亲像讲写文章来讲啊，若伫面册去答问答问有人会反应安尼，无大家拢无反应，安尼嘛不要紧。就是讲我若写，就是我想要写的，想要表达的。别人有兴趣无兴趣，迄不要紧。这种功夫足重要的，这着牵涉以后，若家己真正写一寡文章，大家是啥物反应？我若讲不要紧别人的反应就是毋是为着别人的感想、别人的反应伫生活一切拢是足自然的、足轻松的。心头定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咱今仔日上课嘛有发现讲，家己伫拼音的方面是程度可能无介好。有的人就是听即个音，就会使听出讲这是片母音也是讲片花韵尾。我就是听袂出来。毋过这就是功夫嘛。有的人就是生性这较厉害。我可能厉害的所在伫别项。嘛毋免去甲别人比较，就是讲家己有进步无。有时阵会讲，我搁去上课，搁去创啥我哪会甲别人共款含慢哪有人较贤拢毋免去比较这。这就是每一个人到啥物程度安尼，而且是家己甲家己比，就是安尼。亲像讲
伫吹沙模拟的人啊，有诶人足厉害诶，短短时间就考资格诶台语诶鉴定诶考试，而且佫着比赛会使代表学校去全国诶比赛，自演自行安尼其实这就是伊诶才调，伊诶才调就是这方面诶，这就是个人诶一个价值拢无共款。毋过咱拢会去欣赏别人讲，这人哪会遐厉害，家己哪会无够厉害，就是有即种想法，感觉家己无够的即个想法。这想法我拢想要甲伊拢摕掉，就是我若今仔想讲家己有进步，家己倒位较无够，去会拍拼安尼其实就真欢喜。毋过若讲是甲别人比较，就讲哪会我上遐济课，别人就是遐厉害，听听听就会晓，就去甲人欣赏，安尼拢毋免，因为若欣赏啊，迄种心内感受啊，就是较无好诶，就是会嫌家己。即摆我爱做诶代志啊，就是家己爱建立家己诶自信。我若袂晓，其实就是听着，今仔听着就趁着，就爱想讲这是我趁着诶，安尼嘿，毋免想讲，哎呀，哪会别人拢无听过嘛，无上过，伊就生身就会晓啊。这伊会晓其实甲我无啥物地带，这就是伊厉害所在。毋过我相信讲，我若无厉害，嘛是为着，嘛是有意义的。一个无厉害的人，颠倒有法度去换做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代志。而且，佫有一个重要的代志，就是今仔日隔壁的同事有讲，伊其实伊就知影讲，人生就是要安怎过。虽然讲伊毋是讲伊有淡薄仔厌世安尼，毋过伊有讲一个重点，就是看互清楚。看互清楚，就是莫讲家己拢火气，拢毋知影，就讲哪会？伊对别就是安尼，亲像讲夜夫好啊，迄个查甫的夜夫啊，伊若讲对别人拢较好、较高正，对我就是较冷淡。其实我就会使用一个方式，毋免去问讲，我是安怎？我是欠恁几百万，拢毋免去想，就是认互清、看互清，就是讲看互清楚，这就是家己的优点伫倒位。当然，我的优点就是讲，我甲隔壁同事会当讲起讲一寡人生的代志，这对我来讲嘛足重要的。就是讲，我的思考方式，就会使讲，因为甲隔壁同事去安尼开讲了阮开讲毋是讲要讲啥物人的歹话啊，甲以前无共。进前就是甲另外一个同事开讲，就是讲，认为讲家己足有才调，毋过无摕顶司无摕公司去欣赏。这就是物质，就是爱甲物质的心情安尼交换，安尼
感觉安慰。毋过即马甲隔壁同事讲一寡代志，其实就是促进我的思考方式。就是讲，这固定的，这以前的，就是固执的一寡思考方式，会当讲看别人其实毋是安尼想的。我会当偷偷去调整，调整起来就是互家己会肯定家己的价值。我今仔去写作业，安尼写都是我家己的啊。若讲有写老师有甲我修改，咱趁着就是我家己的，毋免去惊，惊讲会讲我阁无进步无？会讲我安怎？去惊即个物件就是我爱放下物件，无我就定定会惊这惊迄。使我的人生变成有诚侪去想象的一寡惊吓，一寡毋愿。有时阵感觉足毋愿，讲怎会大家对伊较好，大家较甲伊敬佩，怎会毋是对我遐好？这都无看互清楚。我举一个例，虽然举一个例是别人的例，就亲像讲，吹沙某语内底有一个网友是足够写文章、写诗，伊有创作的能力。当然伊就会伫拼音方面就甲我共镜头，就较含慢去拼音，罗马拼音安尼。毋过伊当然就是讲台语大汉的，即马嘛一直咧讲台语。伊的台语是真正足好听的。迄个开口啊，拢是正台语人的开口。伊即马退休嘛，伊嘛想要舞一寡活动，互伊家己有一个成就感。伊就会定定去看别人，亲像讲，进前有推荐一个技师，即个技师就做交广告词，就来参加咱即个团体轮流讲故事。我即个网友伊就会想讲，一开始是我的朋友啊，即摆怎会讲？颠倒伊是对别人搁较好，怎会伊就会去比较这，而且甲这种代志藏伫心肝内底、心肝头，互家己去艰苦。其实这就是无看互清楚。认清，就是讲，认清的意思就是讲，这人的缘分啊，就是安尼啊。有时阵啊，伊若甲别人较欣赏别人，这嘛无代表啥物，这就是拄仔好，两个人较合会斗阵者。像我就甲即个网友就较轻松，嘛较有交流。就讲，就是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啊。对我来讲，伊就足有价值，因为伊足热心的。有时阵我若讲绘本啊，拢袂赴啊，伊阁会甲我看，而且伊就骹手足紧的，伊翻译嘛。伊毋是一个字一个字去翻的，伊就看华文。因为母语就是台语足熟的，就紧用汉字去写，写伊阁会录音阁互我听，就亲像伊伫指导伊的学生共款。其实是真有价值的一个人。毋过有时阵伊可能会看即种细项的，伊这个人
明明是我诶朋友啊，哪会对伊较好，就会对家己就会认为讲，是毋是我家己无够好，安怎安怎？若是零互亲，就是讲人甲人之间其实就是一个缘分。就亲像讲我去上课，上台文班的课，这老师可能对啥物学生较欣赏，这就是一个缘分尔。这嘛无代表讲我着价值较减，其实无，就亲像讲，进前我伫咧台语房啊，我着住伫遐，毋过尾仔着发现讲，着较无兴趣啊，因为讲开讲，阁惊讲有啥物人拢爱讲较轻松的，我嘛毋知要讲啥，无啥物话题。我是做爱听因讲台语的，毋过敢若想要用听的，若讲啊，就是有时阵毋知影要讲啥，就是讲无遐自然，讲想要讲啥就讲啥，无遐轻松。安尼我着后来着较无入去啊。定定看迄开房，伊早会捧场嘛，想讲着伫遐虽然无去听，无开麦，无开耳机，毋过有人伫遐有出现，安尼着会去捧场。毋过即马着煞去啊，着较罕入去迄个房间。我想讲，其实这嘛无啥，这就是看互清楚讲，我即马要安怎要甲我的快乐，要甲我的时间啊，囥伫倒位？我即马着对广播电台较有兴趣，就变成安尼，就感觉讲听广播电台会使学习的物件较济。我着无讲搁入去台语房，虽然讲台语房听因讲台语真正好，毋过就是有时阵就开始讲华语，无就是有时阵我爱开喙讲话，毋过就毋是讲，就有一个压力讲，讲啥较适合要找话题，会伤脑筋而且伫咧公司开喙嘛无遐方便，就较闲啊，就安尼，就是看互清楚，就是即摆我的需要，无就是即摆我想要创啥，就亲像讲我即摆若伫学台语，想要好好讲台语，去学台文，以后会使创作一寡文章安尼。我若无看互清楚，搁伫咧想讲，这着无法度像即摆若讲找头路啊，若会晓英文，着加分其实会晓台语，袂晓台语，敢会是拢无影响。我就是无看互清楚，因为讲我去学台语，着毋是为着讲要加薪水啊，找着搁较好的头路，都毋是即个目的啊。我为虾米搁去家己找烦恼，去想这有诶无诶？无就是讲我上课本来就毋是要互老师讲这人足好诶，遐好你搁来上课，安尼白了工诶。就是有足侪学无好势所在，就去找老师去上课，看家己会进步无。其实就是安尼，为着互家己进步，毋是互老师去讲，这学生程度真好，我爱认互清楚。毋过咱定定都无认互清楚，就是头壳内迄种想要互家己得到肯定，迄种有望阁起来啊！阁想要去追求迄，
就亲像讲一个囡仔去花园，伊本来有一个任务去找一个若失的叶仔吼，若失的叶仔。毋过咧，伊入去花园以后，看着这足水的叶仔，无就看着想着讲，逐个拢去相争去相争去遛一只足水的叶仔，伊就袂记袂记讲伊其实要找找的是若色的叶仔，若色叶仔，伊就对别人安尼，无就是讲伊无对别人去遛迄叶足水的叶仔。毋过咧，伊就可能就会去欣赏，讲因钓着的迄个叶仔真正水呢。阮即摆边仔的叶仔就是看起来足普通的，就会可能这想法阁起来啊，变成家己就无快乐啊。就是会有即种状况。我即摆就是爱改善的所在，就是讲，任何清楚啊，当然有诚侪人是做代志互大家做信任的。毋过拄仔毋是我，毋过我想要做的代志，就是爱知影讲家己有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安尼要安怎做，要安怎去行第一步，要安怎好好经营努力，毋免去看别人，伊哪会较好啊？哎呀，我拍拼较久，有的人就无拍拼，毋过拄仔好，伊就做下即件代志，伊就做甲足顺的。伊对这代志做甲足顺的，毋过这毋是我的目标啊。我就无需要讲都偌希望讲我就是伊，毋免安尼。这就是无看互清楚，看互清楚讲，每一个人都是有伊家己的价值，有伊家己想要找一条路，就是莫做甲伤超过，就讲，就亲像讲，进前有同事来咱公司，伊就是做甲较限，就是造成别人的负担。伊就想讲，伊要来学物件，无下课伊要去学日文，就变讲，互大家挡袂牢。讲这个人来上班，就是为着讲，加一个人会当做搁较济代志，大家安尼团队分摊，分担。毋过这个人，互大家安尼有若无就煞搁增加别人的负担，就讲莫做甲遐限。若讲做甲无100分，无90分，其实袂要紧啊。就是毋免讲安尼物质讲哪会别人拢做诚好势，我哪会做起来安尼看起来形象无啥好其实就看互清楚，讲即摆家己有想要做的代志，而且咧嘛袂讲有互足侪人困扰。虽然讲上班会甲隔壁同事去开讲，毋过开讲我嘛任何清楚，这毋是为着讲要交朋友啊，无就是无聊啊，其实毋是。对我来讲是足有意义的，就是讲我的思想定定跳限制，无就跳社会观念，跳坎去。我即摆其实就是想要甲真正心灵的想法捡转来，
我想要甲一寡想法捡转来，一寡观念捡转来，就亲像我想要甲台语捡转来共款啊。就是讲，我爱选择啊，我爱认互清楚。若今仔讲，我若伫公司的是互大家足望的一个人才，大家拢想讲这以后会当领导即个团队。若安尼的话，我就无可能讲，阁想要甲这社会主流以外的真正对人生足有帮助的一寡思想捡转来啊。这两种你着爱选择一种，你无可能讲阁做大家拢想要甲你栽培，毋过你阁是你阁是想讲真正爱互家己的思想做开阔做定定互家己的思想进步，你两种拢爱，真正是足好去达成呢。所以讲，而且一切拢是缘分。像我甲进前伫大公司迄间公司的查某主管啊，伊早就是足惊伊的，想讲伊可能足歹剃头的，伊是对我袂歹，有带我去买衫裤，要甲我装啊较好看的。毋过我就有压力啊，想讲安尼以后我是毋是爱定定爱穿伊甲我介绍的衫裤啊？我是有淡薄仔会惊，嘛有较怨妒讲伊是毋是伫公司拢足顺利的，嘛会有怨妒安尼。毋过即摆呢，世界是一个人生搁行一个坎站。其实因为一寡缘分，伊有感情的困扰，咱伫来嘛无讲封锁，就变讲甲伊有无共款的缘分啊。我嘛毋免讲足惊吓，讲伊会对我印象无好诶，毋免用即种观念。是我的观念是讲，安尼有法度讲，家己安慰着，会使陪伴伊无？都是用即种观念，毋是讲要甲人安怎讲？想要高正别人。以早我的想法定定拢是讲，足惊别人对我印象无好啊，感觉我是无价值讲开时间相处斗阵的朋友。我拢会足惊别人安尼想毋过即摆就知影讲，我就是我，毋是讲加讲两句仔好话，别人就是甲人高正，安尼去交换一寡讲，这人会对我较重视，袂对我印象较好，毋免安尼交换，就是认互清楚讲，这人生在世，大家拢是缘分，有时阵缘分到啊，就是我即摆要学台语，一寡嘛想要学台语、吹沙台语的人，就会甲我有缘。我即摆上这台文班的同学嘛是啊，因为咱拢伫咧共一个时间，拢想要去学台文，咱就做一班，这就是缘分。毋免惊讲别人安怎甲我想，希望讲希望伫倒位到处拢是对我印象足好，我是表现上好的人，讲话拢袂有失较差的人。安怎，拢毋免安尼。一切拢是
过好我家己我想要做诶代志去做。安尼别人想要做诶代志，就是会当参考，讲有人要安尼做，就亲像讲，有诶人就是想讲学台语学学想要去考试做老师，考证照。有人是讲想要去办一寡活动，一寡活动看会使讲靠一寡人来身躯边，安尼嘛算是做一个民间的老师。每一项目标拢无共。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想讲，家学学的到暂时会当去写文章，用台文写文章。我嘛会使因为有学一寡拼音、发音，嘛会使讲家己去练即个家己写的物件，家录起来至少迄个音是较正确的。安尼，就是目标无共款啊。我就若讲我的目标有确定，而且我认为做有价值，我就袂去牺牲讲有人去找着代课的老师，有人搁去比赛，有人成绩做好诶，有人去考证照，就袂我就学台语诶时阵，我就袂安尼去牺牲别人。毋过若讲是伫咧上班啊、工课上，有时阵就会牺牲啊，牺牲讲即个人怎会遐好运啊？即个人怎会逐家拢学落啊？即个人安怎怎？这就是以早诶想法。一直家己就是替即种想法就是去锁掉啊。若讲老师今仔讲我是毋是写文章有华语化的即种现象，是毋是用华文去思考，搁翻做台文？无伊想讲我写的文章怎会无即种台语气？其实我嘛想讲，我就是加练习，加看一寡台文的物件，安尼就好啊。都毋免讲去想讲我是毋是报即个才调？是毋是安怎安怎？其实就袂讲想遐济，就是对家己会适合做啥，练互清楚。对讲有一寡较无顺利的代志嘛，练互清楚啊。就是讲看起来无顺，其实有时阵颠倒是一个安排。就亲像讲，进前想要伫咧公司做一个替人栽培干部，毋过即摆看看，顶时有退休的啊，嘛有离开公司死头路的啊，嘛拢有啊。若我安尼追求，尾仔若发现讲无拄好，安尼会影响我即个人的顶时拢家己拢落跑啊。我是毋是搁爱讲去搁失落啊，搁惊吓，搁过即种对家己无肯定，无法度家己会当肯定家己的即种人生。我即摆想要过人生，就是讲我家己就会当讲我家己好，毋免去靠别人。就是家己的价值，家己爱看互足清楚的。愈来愈清楚。虽然讲即摆若甲大家比较，就讲有人就是诚好，毋过
迄不要紧啊，我认好清楚，讲我想要好诶所在是，用台语写文章，即、个即件代志，啊，别人诶好有可能是会交朋友较紧，啊无就是讲做幸运诶，做够趁钱诶，啊，其实即拢甲我想要好好用台文去写文章，这都无啥物关系，无啥物离代。啊，我为虾物阁要换一个目标，啊，阁去看无共款的爷仔，就开始就想要去了，逐个拢讲好的爷仔，哪会不爱去想，去回想，去想起来，去找着家己想要爱的爷仔，毋是别人拢掠伫手内，还是讲伫别人的眼前的爷仔，就是安尼，这就是需要去训练，捡转来，甲我的思考捡转来，其实一开始我是安尼的人，毋过啦，就是讲有一寡人生，有一寡代志，我就开始追求讲，希望大家是甲我欣赏的，甲我学乐的。唱歌嘛，其实家己是唱甲无好，毋过就想讲，若大家想讲，即条歌你嘛会晓点咯，你听足侪歌哦，我就希望讲有即种效果，我无认好清楚，就是讲认好清楚，其实就算讲今仔大家去唱歌，阮就啥物歌拢袂晓唱，拢唱老歌，这嘛不要紧啊，这真正不要紧。毋过以早就是想要表现，求表现，毋知影讲对啥物时阵开始，家己就开始想要表现，去找代志，大大细细的代志，唱歌会晓唱即条歌有听过，别人唱我嘛想要对咧唱，要互大家知影讲我嘛有听过即条歌，就是爱用即种方式，无就是讲希望讲家己伫面册分享的文章，互大家想讲这个人足有深度的足欣赏的哦。毋过发现大家拢有家己的意识，拢有家己的即个立场，咱袂看讲，你这个文章你分享的真有深度，拢袂人可能会讲你这甲我立场无共款，你哪会你的，我就会开始失望，讲哪会安尼？这拢无认好清楚，就造成烦恼。烦恼有时阵毋是真正的烦恼，是家己的心头无定，安尼伫遐流浪，心伫流浪，造成足侪烦恼的。若先知影家己的厝伫倒位，目标就是转去厝，就即个目标，路上有人会推销，有人伫相拍，有人伫冤家，这拢袂影响我，我只是家己当做一个参考，一个风景尔。就是安尼。